我着带心米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检定用烧化节，还是满会牛仔来就近伊。上主减会欢喜，清者公的羊，也是万条溪的油。我检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为了我的罪恶献家己所生的囝。人啊，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上主要求你的就是这声着实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咱三甲来祈祷。亲爱天父，阮感谢俄罗你，阮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俄罗你，因为你的慈爱较大天，你的诚实到穹苍。阮要用阮的喙大大感谢耶和华，阮要伫众人中间俄罗你。主啊，感谢你时常用你的圣手保护引带阮，互阮行伫你的救恩当中。对年头到年尾，虽然有边塔顺利，也有坎坷崎岖，伫顺境还是逆境，即个中间主你拢甲阮三角伫地，你满满的恩典，亲像江河，每一天压管阮。你用恩典诚做免流，互阮的智慧加添。你的路径拢滴落油膏，互阮的人生充满喜乐。甲望，阮向你献上感恩。时常阮看重世间的引诱，偏行家己的道路，离开你的教示，直到阮将家己捆绑伫黑暗的罪恶中，离开你的教示。求主赦免，也求主赐予阮一粒谦卑悔烈的心，重新归向你，一生单单侍奉你。求主高我今仔日的讲台，透过陈牧师的分享，互每一位来到圣殿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因为你的话语甲教示来得到帮助，明白主的旨意。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是总会所定教社主日，敬请兄姐特别为教社事工奉献甲代祷。第二，本主日下午2点半，伫3楼会议室召开12月份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同工甲机构的首长列席。第三，本主日下午4点17分到5点半。伫油厂敬拜中心举行2023年度圣诞点灯活动，欢迎有报名的兄姐踊跃参加。第四，本会发送2024年油厂教会月历，主题是耶稣讲，敬请兄姐以家庭为单位，每一户1份，请毋通加体，伫办公室签名领取。第五，本会12月初9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0点半伫主堂；12月初10星期日上午10点到11点伫清风敬拜中心举办圣诞牵手爱无限关怀弱势活动。这是甲市政府以及信望爱基金会合办，咱做伙来关怀油厂、敬中、清风、林群里的3、4级贫户，共200户，每户1000块，全年礼券甲圣诞礼物，敬请兄姐代祷。请同工伫活动前半点钟到会堂集合。第六，下周主日12月初10是总会所定退休牧团奉献主日，总会裁派郑君平牧师前来请安报告，敬请兄姐备办心奉献，做伙来关心退休牧者的生活，
第七，本会定伫12月初10、12月17两个主日下午3点到6点，伫油厂敬拜中心举办幸福特会，敬邀幸福小组的 Best 报名参加。报名请插各小组长，请各区长伫本主日前统整名单后送交办公室。第八，本会定伫113年正月28日星期日暗上7点半举办有钱某新年在月成果发表，地点伫主堂，欢迎会晓乐器以及爱跳舞的细囝。个人或者是团体，伫12月12星期日前使用 QR code 报名参加。表演的内容是3到5点5分钟。第九，本会今年圣诞节的活动，12月24星期日上午2场礼拜，举行圣诞赞美礼拜，由教会圣歌队献唱。当天第2场、第3场礼拜联合聚会。第二，12月24星期日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式。要参加洗礼、更新礼、小礼洗礼的，请伫12月17星期日前办公室报名。无参加幸福小组的，必须要参加信用个别课程1点钟。第二，集体消息，欢喜的消息，本会陈振玉弟兄与吴晨曦姐妹，伫12月初9星期六下午1点半，伫本会油厂敬拜中心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兄弟权利愿上帝祝福这对新人建立幸福的家庭。第三，教界消息，请陈牧师报告。这是关于婚姻研习的时间啊，咱若有关心的，家己看来参加哈。咱今日下晡写4点17分哦，就是咱5点17分的时阵要点灯哈。前两17分呢，因为咱今年是71周年哈。71周年，咱预期就是讲一起啦，斗阵吼，斗阵来点灯，这是迄个，这是下晡的这个主题啦吼，所以欢迎咱兄弟吼会踊跃来参加。咱今日迄个是头一个主日，咱拢有庆祝咱的寿星哦，所以12月的寿星哦。请你徛起，阮来吟迄个生日快乐歌哈来祝贺哈。12月寿星哦，请起立哈。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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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碰碰啊！好，咱来祈祷，来祝福咱的寿星。最后说感谢你，伫12月就是你降生的节期，愿感谢你，愿中间的兄弟。因也是伫12月来出世，为着因的出世，感谢你。主啊，互因伫一生的年日中间，拢得到上帝你的慈爱。最后所感谢你，因为生命甲年日是你赏赐，互因会当更加敬畏你、谦卑倚靠你，照你所应允的，你要用好业、尊贵、活命做赏赐来互因。最后所求你，互因的日子头前充满主你的恩典祝福。主啊，因会当温上加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主啊，因的灵魂体拢会当兴盛，所做的拢会当顺序行通。主啊，因的心愿，因的祈祷，摆咧伫主的面前，求你感纳你美好的旨意成就伫伊的身躯顶，互因诚做家庭，诚做教会。甚至更较侪人会福气，愿为着因的生日，愿感谢你，也愿你的福气对天降落伫因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感谢祈祷，
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好，请坐。请掀开圣经耶利米哀歌第3章31节到36节，白话字第907页，台语古约910页，和合本694页。现着我来强读，因为主的确无永远去杀人。主虽然互人忧闷，要顾要照伊百般的慈爱发出怜悯。伊互人受苦忧闷，毋是伊所甘心。人将世上受关卡的担伫骹下，也是伫至悬的面前委屈的人，也是冤枉人的案件，这是主所无欢喜。愿上帝话点伫咱的心内，赞美请相连圣歌队。讲道请陈牧师，今仔讲题是天父人权，主必关怀。兄弟大家平安。大家隔壁讲，耶稣是世界的真光。感谢主吼，咱今日是台港节的第一个主日，所以咱伫这个台港的花环有点到头一支的蜡烛吼，这是台港节为这个主日直到12月24日吼，就是圣诞的主日。咱伫这个台港节的期间，咱看到整个的世界差不多充满伫战争，是地动，
还是气候变迁带来即个灾难的不安的中间，即若像最后说伊要降生的迄个时阵，其实嘛是充满伫真侪黑暗不安的中间。所以伫即个抬杠节，就是要期待咱的最后说真光的降临，来照光即个黑暗的世界，为着人类会当带来光明甲光芒。有一句话讲吼，咱安尼不断咧救助即个黑暗吼，不如你会当来点倒一支的蜡烛吼。即个黑暗搁较黑暗，然后一支的蜡烛，迄个光吼，即个黑暗就消失。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伫即个抬杠的节期。咱每一个人会当点到家己心中的蜡烛，咱嘛会当真正诚做一个小小的光有带温暖、带光明，互人。咱今日是教社主日，本来是8月第3主日，因为咱为了地下室的迄个改建的工程，咱有一特别的奉献，所以就迄天就。用到即满吼，教社主日就是教会甲社会的事工的奉献主日。即个主日就是要来唤起咱会当对咱的社会的责任，搁咱会当用咱的实际行动来关心咱的社会，互咱的社会搁较好。今日牧师读即个耶利米哀歌即段圣经吼。这个圣经特别伫这个哀歌中间讲，因为咱的主的确无永远弃杀人。主虽然互人忧闷，也犹要照伊百般的慈爱发出怜悯。伊互人受苦忧闷，毋是伊所甘心。人将世上受关卡的打伫开，也是伫至悬的面前允屈人，也是。阮困人的案件，这是主所不欢喜。这个圣经要甲咱讲的是啥物？就是讲上帝有时伊嘛会审判，有时伊嘛会刑罚，但是伊的刑罚的目的，毋是要来气杀人，反倒当是要来得着人。所以刑罚的头一个特性是啥物？就是咱头拄仔读的讲。主的确无永远弃杀人，主刑罚的就是主永远的确无永远弃杀人。这弃杀人，这毋是主的心意，得着人才是伊的心意。第二个这个哀歌咧，甲恁讲，上帝伊刑罚的目的，毋是要互人受苦，是要互人得到利益。那个诗篇讲。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所以上帝伊刑罚的第二个特性，就是伊互咱的迄个艰苦，那像保罗讲吼，是底搁轻，底搁轻为着要互人会当来把握上帝伊百般的慈爱因为伊的怜悯向咱发出因为伊百般的慈爱发出怜悯伫审判时，伊也搁用怜悯做伊的心这是上帝刑罚。伊若有刑罚，但是伊第二个特性就是讲，迄个刑罚袂互你足久，也袂互你足艰苦，所以你甲看伊就互迄个大兵去选择看你是要迄个。饥荒3冬久还是你要迄个瘟疫3个月久，还是你要迄个战争偌久？你当然伊就是选择上帝减在3日久3日久若过了，更较艰苦嘛过上帝毋是要互咱艰苦，上帝是要互咱得到利益。因为人若无通过这个刑罚，有时袂醒悟。袂滑头，袂倒转，袂艰苦。
人就拄着人才开始思考讲我无改变袂使，阮搁落去死路一条第三，伊按着人的心意是无爱人受苦悲伤这个悲伤还是讲忧愁其实希伯来语的原理佫教要互人通过这个忧愁来得到欢喜快乐。那个保罗讲恁过去互我忧愁毋过我即样袂忧愁我即摆忧愁变欢喜变快乐，因为恁的忧愁，恁就生出迄个反悔的心，恁就家己艰苦，恁家己就开始改变所以这个忧愁是好的，这个忧愁大的是欢喜，是快乐。所以这个上帝显我的第三个特性，就是借着受苦，要互人进入于永远的快乐；借着受苦，要互人进入永远的快乐。所以真有名这个华利克牧师伊讲人人生的目的是为着永恒咧做陪伴，因为你是为着永恒咧做陪伴，你伫世间为着将来的伫天顶的永远的快乐做陪伴，所以上帝伫世间一定爱锻炼你。上帝有时用刑罚，有时用试炼，有时用病痛，有时用艰苦，各种的方式。目的是甚物？上帝较在意的，毋是讲我着逐工过足爽快，足爽快，爽快到日白无，安尼是无才讲。所以伊透过有时互你拄着点艰苦来操练你，来塑造你的品格。所以伊讲毋是 comfort， 是 correct， 就是伊在意你的品格赢过你讲安真爽快。第二，伊要爱你会当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好你赢过你的 happy， 逐工快乐快乐，但是你袂当过伫下伫上帝心意的生活，安尼可能你所失去的更较侪。所以这就是咱透过今日这篇头前写的，尾啊34节30节咧描写的，讲人将世上受关讲的大地开，还是伫至高的面前允许人，还是允许人的条件的案件，这是主所无欢喜。这中文讲是主看不上的就伊无欢喜的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咧讲到这种的做法，这是上帝无法通接受的，无法通吞忍的，无法通吞忍的。上帝毋容阮即款代志发生上帝毋容阮即款代志发生，所以这就是这个哀歌所咧讲到上帝有时施行伊的刑罚，其实就是要显露伊的慈爱。兄弟姊妹，咱今日是总会所定的教者主日咱用这段圣经牧师用这个天父的灵权主要关怀这就是讲伫这个新约领的圣经，这是上帝所关怀。人若去侵犯着上帝创造的人，上帝是无放伊干扰，上帝无放伊煞，上帝是真要记要伊的，因为这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这个教者主日就是咱要关心咱的社会，要关心什么？当然是要关心伫咱这个社会上这需要关怀的人，是毋是因伫艰苦的中间？是毋是因伫受威胁的中间？是毋是因拄着吞打、讲面拢是咱爱去关怀这就是人上帝予人的这个权利，人有上帝予咱的权利。教会是关心人的这个权利，这个人权的理解。什么是人权？伫联合国1948年12月7日，无 PPT 有通过这个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有30个条文主要有3种的权利，就是人有自由的权利，
人有参政的权利，人有社会的权利。除了你是去用剥夺你的这个权利，无每一个是你是国民，你是拢有这个自由权、参政权、甲社会权。伫1966年，佮通过人有迄个经济、社会、佮文化的权利，这拢是人权的这个内涵。所以对人的关怀，透过联合国也是愈来愈订定即款的公约，互人会当伫即款的约束中间，会当活出上帝互咱的形象。上帝互咱的形象。天主教会对这也有关心，就是咱基督教会嘛有定6大项的即个人的保障的权利。6大项，6大项是啥物？包括你生活基本的保障，生活基本的保障，就是你有工作权，你有食物，你会当得到卫生甲健康你有当住你会当发挥人的发展人的人性，甲咱的才能的即款的教育的权利，所以人爱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咱咧讲的哪个是讲即对，但是世界足侪所在无教育权利，像牧师娘去到即个马来西亚的沙巴遐人连国籍都无，连迄个医疗的条件都无，连教育，所以世界还佫有足侪所在是袂当伫即个生活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像即摆伫迄缅甸罗兴亚人难民收过走，拢无啥物款的权利。无受教育的权利，无受医疗的权利，过来第二个，人有自觉甲文化认同、少数民族的权利，就是咱会当有自由决定家己政治的身份。我是这种族，当然我通过合法的这个程序，我就会当取得某一种的身份。我要选择的认同，选择的认同。你会当追求你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一种的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三，会当参与伫社群的决策制定的权利。第四，甚至人有提出异议的权利。第五，有个人尊严的权利。第六，有信仰甲宗教自由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咱也知影讲，伫共产国家、无神的共产国家，是极端的这个穆斯林的国家，这款权利是无法当享有的。我去到这个印尼的缅南，因真爱阮讲有机会当去关心伫迄个苏门答腊上界北边的，这叫做雅齐省阿姐，雅齐就是。迄阵，迄个南海大海啸，足严重的所在，这个所在拢回教徒较济，有基督徒无？有，但是基督徒伫遐拢是华人，袂当因当地人传福音。你若当地人传福音，安尼是犯着因的法，可能你会去用处死都有可能。所以遐迄个宗教是无自由的。宗教是无自由的，所以感谢主，咱住伫民主自由的台湾，咱上该宝贝就是咱会当享受应该有的自由、应该有的权利，所以咱嘛是爱感恩，嘛是爱珍惜，这就是这个人权，咱对人权，透过联合国，透过咱教会，其实拢是为圣经的观念。所生出这人权的观念，所以咱今日伫教会社会主力是要鼓励咱，虽然是教会，咱嘛是爱关心人的处境。这就是教会的一种的对上帝百姓的牧养关顾。当然，可能足侪人也无信，但是咱免爱去关心伫因，这嘛是上帝所关心的。
咱规本的圣经中间，咱其实会当看到上帝听世间人的即款的实况，咱若为旧约，当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做奴才、受困迫、受歹款待的时阵，因着哀求上帝，因着伫遐甲上帝哀求，上帝就听因的祈祷，上帝就兴起摩西对即个米甸的旷野倒转来，甲埃及，带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咱就看见上帝有关心因的生活拄着艰苦，上帝无爱因伫迄个奴才中间，所以以色列人出来去了，因上界主要的就是颁发即个律法书。即个律法书就是咧所谓摩西律法，嘛是要讲到咱要安怎来去做一个上帝所欢喜、有平等、有公义的社会。所以，这个社会就是照上帝吩咐摩西所颁布的这个10条诫命。所以10条诫命头前4条是咧讲到甲上帝关系，后壁面是咧讲人甲人的关系。人免建立一个下伫上帝心意的关系，上帝所爱咱即款的关系，就是会当有公平、有正义。所以伫摩西的律法中间，咱读出来及记23章这会记载，咱会当看到一款原则。譬如讲，伊讲咱袂当符合多数人做歹，是故意去扭曲即个正义。咱嘛袂当伫迄个你咧烧过的时阵故意去偏袒颂扬人，安尼嘛毋好咱也袂当伫咧烧过的时去冤屈这颂扬人，去诬告别人，害遐无辜的人，这拢是袂使。咱袂当去人甲你暴露，人甲你乌洗，你也收，安尼这袂使。袂当欺负出外的人。譬如咱今日伫台湾，我会听到对即个别个所在来遮做看护、做义工的人，你嘛爱好款待，你嘛袂使欺负伊，你袂使伫遐来压制，这安尼是袂使，安尼是袂使。咱袂当剥削咱的同胞的应该有的权利，譬如讲你做头家，你的工人，你应该有工钱，你就要照起工会工钱，你袂使剥削伊的工钱。搁你嘛袂使讲你应该准工钱啊，互伊，你搁拖延互伊，安尼伫咱的即个出来记载嘛，甲咱讲这是上帝所无欢喜，因为伊可能无这钱，伊都袂当活，你搁办互伊，伊就袂用的对你经济会动的人，你袂感觉对爱活过即个工资来生活的人，伊若无领到即个工资伊就是袂当生活，所以袂当拖延即个工钱。嘛佫讲到咱袂当毋通讲当做迄臭鱼人个听无，你着黑白骂伊。安尼上帝安尼听着，我那袂使。你袂使迄个无看的人你故意行去头前甲挡路即个袂使。你甲看伫圣经伫摩西律法，着对人甲人的相处，一个社会变会当成做一个真和谐、真好势的社会，着足侪这规范。所以咱看见伫旧约，无论是这律法书所记载，先知书，特别咱读到这个阿摩斯，读到以赛亚，读到米迦，咱会当看到足侪的教师拢是咱袂使黑白去压制这穷人，欺负颂扬人，袂当抢因的食物，袂当接受暴露，你免会当互迄个公义公平像大水咧流。这就是咧讲到迄个上帝爱伊的百姓，到底伊所爱是啥物？咱咧读迄个头拄咧读即个启应讲世间人上帝所爱啥物？上帝就是爱你会当行公义，心存怜悯，
谦卑的心，甲上帝相合行。你要照真理去行，你要照上帝教示去行，照上帝所颁布律法会当彼此来相款待。所以这个弥迦书吼，特别咧讲到当时上帝厌恶伊的百姓吼，安尼有时那甲迄个上帝百姓，甲这送人人吼甲剥皮。甲刻肉共款哦，你食我的百姓的肉，你剥因的皮，你拍碎因的骨头，你的肉搁甲刻落迄个鼎咧，伫遐咧烙甲剁碎咧，伫遐咧煮，这就是咧骂遐官长。这官长你应该疼惜百姓，你毋是互这百姓伫拄着即款的艰苦搁这个以赛亚嘛指责当时的官长贪图不义之财。接受保罗，无保障这个孤儿，也无替这个寡妇的温屈来伸冤，这是上帝所指责的。咱今日当然咱是伫民主的社会，咱嘛宣出咱人民的公仆，伊嘛是爱听到百姓，但是伊若无的时阵，当然这就是无好的你无应该贪的也贪，无应该歪也歪应该就照顾百姓的。无认真好好去照顾地甲互人民艰苦。这伫旧约的先知的时代这个先知就是指出即款的罪恶。当然，咱今日可能是爱靠咱的民意代表靠咱的立法院会当帮咱施政的，会当真正照应该做的去做。所以，咱今日读的圣经这段特别34节到36节，若是用这个现代译本安怎写呢？现代译本讲讲伫狱中受折磨，主的关怀；天父的灵官受吞打，主的关怀；伫法庭的顶面受冤枉，主一定的关怀。主无法通接受这款代志发生，伊无法通认同，无法通吞忍。这就是咱看见。伫圣经内面，拢咧甲咱讲，咱爱关心人，咱爱关心遐个弱势者，关心遐个受欺负的人，无力的人，咱拢爱关心。伫即个智慧文学共款，无论是诗篇，还是伫箴言，拢共款有足侪即款的教示。所以伫即个教社主日，就是搁一遍来咧呼吁咱的教会，咱爱关心咱的社会。关心社会中，即个伫迄个较艰难的处境中的人，咱来帮助你。因为上帝看因做宝贝，上帝照伊的形象来创造因，所以咱伫即个教社主日，咱咧了解人权，咱就了解人的价值甲即个尊严。人的价值甲尊严，先人有价值，先人有尊严，因为人就是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每一人拢有上帝的形象。个人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来赎回咱的。每一人拢是上帝用甲上界大的这个重的价钱甲咱赎回，所以人是有价值的，人是有尊严的。咱袂使用咱家己。意思清清楚楚，我免安款待就安怎款待。有的人无即个观念，可能讲，这囝我生，我要安怎教，在我去教，这是无永稳的。有的人自我中心，我要安怎对待，这甲你哪有什么关系？其实就是人无法度，上帝拢在意，上帝拢关心，上帝无法度接受的，的确伊。要介入伫迄中间，这就是咱今日伫即个教社主日嘛，搁一遍放弃咱会当敬畏上帝，咱会当感谢上帝，咱会当真正照上帝所意爱，咱爱用伊的听去款待人，咱就爱照伊创造迄个形象，知影每一人拢是特别的，每一人上帝看做宝贝，咱爱甲伊看做宝贝。这就是伫咱即个教社主日，咱嘛搁一遍，互咱当了解上帝的心意。上落尾，咱免爱真正伫
伫咱的社会中间咱的教会爱做光做盐来关心社会，用听来关怀这个社会。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来到世间的时，伊宣传这个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福音。伊讲，迄个日子末，上帝国近啊，恁着爱悔改来信福音。这个上帝国就是上帝的旨意的实现，就是上帝主权的实现。所以，伫倒一个所在，上帝旨意受扭曲，上帝主权受侵犯，当然上帝会关心。主耶稣来到世间，伊甲咱讲主的神临到我，伊会用油抹我，叫我传福音予颂扬人。切见我甲来报告，迄个受掠要得到头棒，青面要得到看见，压制要得到自由，来报告上帝欢喜人的年。这是上帝国福音，上帝的心意是爱人会当得到自由，人会当得到头棒，得到平等，得到平安。咱也读进入教会的这个咱的信仰告别，上帝是爱互咱对耶稣基督来得到头棒，得到自由，得到平等。这就是上帝所意爱，咱应该着这个目标去走。感谢上帝，咱台湾基督进入教会，今年已经几年，大家知影无？158年，到2025年，咱就是160周年。伫这158档的中间，伫过去宣教历史中间，感谢上帝，互这个宣教师来台湾传福音，来起造教会，遍布伫台湾的各角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遍布伫迄个各个乡、各个里，差不多规台湾各所在不管伫山顶，不然伫迄个沿海伫离岛，各所在拢有长老教会。过去透过这个宣教师的医疗团队，那建立教会就是建立病院。所以咱有马街病院，也有中华基督教病院，有新楼基督教病院。咱有病院伫迄个北中南拢为台湾的社会带来真好的这个帮助甲服务。也透过教育，咱有对北中南其实拢有迄个长老教会设立的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当然有足侪教会过去佫设立即个托儿所、幼儿园有对咱整个教育带来真大的帮助特别基督教将现代的即个教育的理念、西方的教育，拢带入到伫台湾，嘛带来台湾的现代化，带来真大的帮助。咱毋是干伫医疗教育，即马咱阁有伫即个为社会的关怀。其实长老教会有足侪社会关怀的机构。过去无论是关怀妇女的关怀处置的，咱关怀渔民、关怀劳工、关怀农民、关怀无共款的需要的人，咱拢有来建立这个机构。所以咱有迄个劳工的机构，有渔民的机构，像咱高雄着海湾渔民中心，咱也有迄个劳工关怀中心，咱也有即个残障的关怀中心。针对无共款的即个需要帮助的人，咱拢是尽力去帮助。所以这是伫长老教会，那传扬耶稣基督福音，佫会当学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到伫遐需要帮助人中间，互因的病痛得到医好，互因的艰苦得到透放，互因的心灵会当得到医治。即款的工作伫咱的教会拢久长咧做。咱最近的即个教社部过去咱捌伫9日的大地震，伫8水灾捌伫真侪遮有天然灾难感谢主，咱的教会也是有发挥贴心，逐人欢喜出钱出力帮助遮
灾民会当脱离即款的困境。这也是咱咧做，咱过去咱教会迄阵八八助灾拄啊，咱敬拜中心也会当诚做一个真好的据点，会当帮助这个受灾户会当伫遐住一站期间咱会当帮助你。毋是咱干那帮助你，足侪人嘛斗阵来帮助你。这就是今日咱应该有的社会的责任。近来教社部逐年拢咧办即个净滩的活动。这净滩的活动目的就是要唤起咱爱关心咱所徛起的所在环境。咱的环境，咱的苏格拉乌白丹。保特瓶乌白丹当然过污染咱的海洋，嘛害死咱的海洋的生态，破坏咱海洋的生态。咱若无节约咱的能源，节能减碳，即马即个温室的效应，咱嘛看见即个地球温度地加悬，带来足侪即个天然的灾害。听讲即个温度一个变化敢若种做就加足困难的。这样物件种也种袂好，迄样也种袂好，会影响人的修行，会抵到可能地球的所在会去拄到危险。这拢是咱今日咱虽然伫教会，咱伫台湾，咱有真济上帝恩典，咱拢会当享受教育的物质，但是咱爱想到足侪所在真正拄着艰苦。感谢主，咱的教会伫社会，咱扮演足侪角色。比如讲，伫咱教会过去咧选举的时阵，咱嘛是发出即款免毋通买票，毋通足侪这无应该做的，嘛是会教导，嘛是会宣传伫即个整个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间，教会拢有做出真大的贡献。感谢主，咱今日就无后看呢，就是咱即马透过即个信望爱基金会甲政府咱教会，咱嘛会当大家牵手来帮助伫咱即个区域，即个较中低收入的人这拢是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倒转去到头拄联合国的公约中间。人若毋有自由的权利、参政的权利，人我若有社会生存的权利，伊的经济、伊的工作、伊的生活的保障，这拢是上帝所关心的。感谢主，互咱有得到上帝恩典，互咱也有即款的听心，会当关心咱的社会。过去咱捌帮助世界展望会，嘛捌帮助即个大都会的儿童事工，足侪儿童。流浪伫街头为人诚侪孤立，有诚侪真正因为无够野食食，搁破病，为囡仔真细汉就过身去，为囡仔袂当健康来长大，免来帮助这人。感谢主，咱有真侪兄弟也有伸出即款疼心的手去帮助你，所以。今日是教社主日，搁一遍唤起咱会当真正关心咱的社会，咱为着咱的国家祈祷，望咱即个所在人，拢会当明白上帝、敬畏上帝，也会当有上帝听伫因的身躯顶，望咱的教会也会当发挥上帝互咱的疼心，照马太福音所讲的，伫迄个。落尾审判时，咧分别咧山羊甲绵羊的时阵咧分别正边甲倒边，是要艰苦还是福气？是要永远的福气，还是要永远的好的时阵？咧讲到迄个分别，就是讲即个人会当入去即个上帝互伊的欢喜结果义人应答讲：主啊，我什么时阵看见你的腰，互你食，喙焦互你啉？什么时阵看见做人家互你大，你烫地互你穿？什么时阵看见你病破病伫家里来看你？咱呢最后所安尼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个代志既然做伫至微细一个，就是做伫我的身躯顶。所以咱免来去听主，咱的上帝看袂到，
总之咱会当听伫迄个滋味细一个，就是听伫咱的主的身躯顶。照今日的经文就是讲，天父的灵官受吞打，主的关怀；伫法庭受允屈，主的关怀。这个权柄是上帝赏赐予人的，咱爱关心上帝所关心的，咱毋茫会当伸出公义疼心的手，关心咱的社会，互咱的社会更较好。咱会当关心这个需要帮助的人，我相信上帝的确要欢喜咱，也要祝福咱。咱三个来祈祷。最后所感谢你，互阮伫这个教会社会的主日，阮搁一遍透过你的话，知影主你是遐尼关心人，因为人是你所创造的，人是有你的形象的，特别。你找你的囝来世间，为着阮定义是物价，就是要来救赎这个世间。所以每一个人拢应该得到你的救恩，每一个人应该拢得到你的恩典，得到你的疼痛，得到你的保护，互因会当得到自由，得到平等。主耶稣，阮恳求你，阮看见伫这个充满无平等、无公义、有这个黑暗、困迫。苦难的世界，求你怜悯，互阮伫这个抬杠做期，阮求你的光会当照落伫阮的中间。主啊，你也借着你的教会，借着你竞选的百姓，互阮会当做光做盐，来互这个世间会当得到调和，互这个世间对黑暗得到光明。主啊，特别互阮也会当更加地将你救恩的福音来传福音，互因会当明白你。互因当敬畏你，互因当脱离所有因为离开你所带来艰苦。最后说，阮伫这个教职主日，阮将阮台湾这个国家、阮的社会拢仰望你。主啊，阮相思也关心到整个的世界。主啊，这个世间的苦难，相信你伫中间，求你家己伫迄个中间，会当互因得到光明，互因得到自由。互因得到头棒，最后说，阮多谢你，互阮台湾基督天主教会会当伫158天内，伫台湾社会会当最好的干净来荣耀你，求你继续施恩，互这个教会会当搁继续发挥上帝你互因的恩赐，主啊，互教会当完成你托付阮的大使命。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诗525首，阮为万民求主照顾，请会众起立吟全首。为万民求主照顾，是阮早苦当初，我求我们最爱永恒，属我的万本我，完全作些万梦的家，尽头点点点滴。平安快乐，下起我。
陈牧师。啊，这请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特别为着这执政掌权的，会当真正听国家、听百姓。咱也为着咱明年10月13总统甲立委的选举来祈祷，求主保守一切拢会当顺遂平安，会当选出下伫伊心意的公仆来服务百姓。咱嘛为着咱台湾互咱会当伫富裕的中间，也关心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咱特别为着即个圣诞牵手听无限即个关爱活动，咱也献上代祷。咱也为着咱伫12月24，咱城市的城市的圣诞嘉年华的活动来祈祷，望互咱的同胞会当听到福音，也望咱伫即个圣诞也会当有真侪贴心的行动，关心伫遐需要关心的人。咱也为着咱中间2种的肢体也3体祈祷。特别为着伫过来拜六要结婚的陈正义弟兄甲吴晨曦姊妹来祈祷，咱所关心的人带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咱呼叫主啊3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这所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个主日伫你的殿中敬拜。主啊，阮感谢你，互台湾诚做上帝你所属福的所在，互阮会当祖先伫遮徛起，阮代代也会当伫遮徛起。主啊，阮即个所在国境平安，城镇会当来发展。主啊，阮的修行会当充足，互阮即个所在的百姓也会当明白你，会当自由响亮的诗歌传遍阮徛起的所在。主啊，特别伫即个圣诞的节期，愿你也祝福伫阮的国家，互逐所在会当有教会伫即个圣诞报佳音、传福音，互助力降生的好消息，到伫阮所徛起国家的逐角落。最后说，愿你施恩，愿你祝福。最后说，阮也为着圣诞牵手听无限即个关爱活动，求你也祝福，遮着即个，互做者遮个需要人会当得到帮助。最后说，阮也为着阮中间2种的肢体，愿你的医治到伫的身躯顶，愿你的恩典充满伫因。主，阮感谢你，阮学了你。主啊，即个世界充满一个苦难，求你怜悯。特别听到菲律宾有7.6个地震，愿你看顾保守，互因得到平安。最后说，阮感谢你，互阮伫大降节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愿你降生的大欢喜的消息，会当报传伫阮台湾的逐角落。最后说，愿你的教会伫圣诞节会当真正用你的听去听阮的同胞、阮的厝边隔壁。主啊，阮做这贴心的活动，会当带祝福到伫因的中间，特别互因会当知影耶稣基督就是世间的真光，阮人类的救主，互因会当来迎接耶稣基督伫因的心中，会当做因的救主。最后说，阮也恳求你施恩祝福伫阮的教会，互阮会当所做的这个传福音的活动大有果效，互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伫阮的中间。所以，阮也将阮教会这2种的肢体，无论是伫治疗中间的，要接受治疗的，还是咧恢复的中间的，愿你施落恩典伫因的身躯顶，你用你大权能的手骨伫因的身躯顶，互因的所有的病痛会当得到医好，互因的所有的软症会当得到勇壮。虽然说，愿仰望你，倚靠你，主啊，求你甲阮的国家3角地地，保守阮的总统、立委的大选拢平安。主啊，互阮的国家真正国境平安，城市发展，修行充足。主啊，阮
看见自由响亮的诗歌会当遍布伫阮台湾的各角落。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妹，请坐，请继续收奉献。大家起立来念奉献诗。耶和华以勒上帝，阮感谢你一路的带领甲保守，互阮的家庭有平安甲和乐，也祝福阮伫事农工商拢一尽亨通。但阮甘心乐意献上主所赐的一切，愿主加倍赐福，甘心乐意奉献的兄弟，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车恳。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愿上主大仁爱，永远的心爱，主的听为世界。同在，我祝愿更偏就你，永驻闭关爱你，主相信保守你对真心，永远世界。愿上主大仁爱，永远的心爱，主的听为世界，安你永同在，我祝愿。就你永驻闭关爱你，主相信保守你对真心，永远世代。祝祷请陈牧师，带恁通平安去，圣神充满伫恁。互恁传福音，互颂扬人，甲受理的讲，因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会得到头棒；甲青面的讲，因会得到高光，来头棒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人。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相通，
甲恁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请坐，密道闭会。